几点了？你还不换校服，在这儿喷起爪子？我感觉我有点不舒服。来夹起，37度8耶！我今天就只有请假了。又请假？请假去重庆吃火锅啊？干杯！重庆的老三我又来了哦！天哪，你们看一下重庆人1点钟吃火锅的阵仗，然后你们再看我妈，她今天穿的像个红本一样。我们日子也是好起来了哈。不要人，我第一天毛肚之前先把体温量一下，还是37度6啊！逃学出来吃的火锅，小心！要小心！左手火电又运，右手拎动亮卡，又没得哪个和你抢。好来。2 hours later， 吃完火锅还来2份柚子，关注消防好吧？我看今天把叶烧浇完了的，最后还要打包一盒蛋炒饭。